大家好，我係素明。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世間上嘅好處係咪真係可以攞盡晒呢？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貪心同選擇嘅典故——東食西宿。相傳喺戰國時期嘅齊國，有一戶人家嘅女仔到咗出嫁嘅年齡。當時有兩家人同時嚟提親，東邊嗰家人好有錢，但係個仔長得好醜樣。而西邊嗰家人雖然好窮，但係個仔就長得相貌堂堂，風度翩翩。父母覺得好難決定，就叫個女自己揀。佢哋同個女講：如果你怕醜唔好意思開口，就露出一隻手臂嚟示意啦。點知個女仔竟然露出一雙手臂，父母好奇怪咁問佢係咩意思。個女仔好冷靜咁答：我想喺東家食飯，享受富貴，然後返去西家瞓覺，陪伴美男。呢份想攞盡好處嘅心態，就係東食西宿嘅由來。好多時我哋都想兩全其美，但現實生活往往需要取捨。太過貪心，最後可能反而失去更多。人生貴在知足。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俾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希望大家都有所領悟。